艺人陈乔恩主演古装剧《独孤皇后》，点阅率超高，引发网友讨论。不过观众追剧发现穿帮镜头，她穿古装裙下配塑胶拖鞋。其他大陆古装剧也常有穿帮镜头，像是摄影师或麦克风不小心出镜。陈乔恩主演古装剧《独孤皇后》，跟陈晓组成帝后 CP， 剧情精彩，光是首集点阅率就破200万。不过就有眼尖网友发现，竟然出现穿帮镜头，发现了吗？穿着古装的陈乔恩，脚下竟然踩着塑胶拖鞋，穿越风打扮引发网友讨论。事实上，有不少古装剧都有不合理的穿帮镜头。周迅和霍建华做着用膳，背后的摆设竟出现一包抽取式卫生纸，直到最后皇上准备离去时才消失。网友就笑称是穿越时空的卫生纸，还有摄影机跟收音麦克风都曾在知否中不小心露馅。当石头把其中一人扔出去的时候，注意左边镜头露出来了。不光是穿帮镜头，还有网友会注意被打马赛克的地方，像是章子怡上大陆综艺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，围巾频频被打马赛克，还有手指的部分，原来是因为大陆广电总局下的禁令，不允许明星在节目中炫富，所以大钻戒跟名牌围巾都把马赛克。只要出现手部画面，一律都是用小花盖过去。另外还有黄圣依，过去在节目中妈妈是超人，也因为背着名牌包被打了马赛克。这些刻意遮盖的部分，反而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